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2日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台北地检署宣布起诉现任的苏进清、廖国栋、陈超明、赵政武这4个立委，各有前任的立委齐永明等等，计共12个。国防部参考联合国宪章第51条，甲军方战备规定内底第1级修改作自我防卫反击的权利。昨尾暗暝，台东县南环山区内底6口温泉遮有民众发觉一只乌熊仔囝对山径溜落来大路边。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2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其中一个是按印尼，另外一个是按缅甸倒转来的国民。目前病例总人数计共是509个。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 2例新增的境外移入的病例哦，这2例都是本国籍，那按508跟509分别是20多岁跟30多岁的男性啊，分别是从印尼跟这个缅甸返国。那按508，他是在今年6月到印尼工作，那今天确诊。 那有关调查这个同班机的接触者，总共有32人。那另外按509的部分，是在去年4月到缅甸经商哦。那也是在9月17号入境，不过他当时没有症状，其实也是按505班机的前一排的这个座位旅客，所以也改列是居家隔离的对象。那今天确诊匡列4人哦。 早起台北地检署侦办立法委员为着要替人争夺所购公司的经营权，煞去收乌西钱的案件，侦查大佬宣布以贪污治罪条例起诉现任的苏进清、廖国栋、陈超明、赵政武这4个立委，还有前任的立委齐永明，甲开钱买收的生理人李兴良，计共12个。收押的立委敢有通先交保，各界拢是真注目。 包括现任立委苏进清、廖国栋、陈超明、赵政武加前立委齐永明等12人，因为涉嫌集体收贿案件，2月获检方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罪嫌提起公诉，并且院方重当量刑。燃尽自甘堕落，自101年起至109年，因本案遭逮捕10子。 其约收受金钱贿赂而变卖国家公权力，沦为理性被告所豢养的家臣。对于坚持遵循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决定，依法行政的公务员为鞭笞、骚扰及恫吓。在起诉书内面讲，前泰流公司负责人李兴良涉嫌透过郭启明等人，行贿立委苏进清、廖国栋、陈超明，前立委齐永明等人，透过公司法修法，或者是办公厅会。 对经济部的官员施加压力，撤销泰流的政治登记，想要夺回所购的经营权。其中，民进党立委苏进清收2580万上罪，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要收790万。更不惜以我国为职，欲借由公听会等方式，将泰流公司经营权之争强行透过上开协定诉诸国际仲裁。 恶意扭曲、滥用我国与新加坡签订协定的初衷，并将司法问题政治化，借此实质侵犯我国的司法权，强行将我国无端卷入国际纷争。因为李兴良加被手导丁富华为了要争取减刑，在侦查中已经自别转做污点证人。也拿前立委陈同山是无起诉。另外，检方也查出无党籍的立委赵政武。 涉嫌替殡葬业者关税案件，该提起公诉，经正法院重当量刑，并且宣告没收不法所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咱派驻美国的萧美琴代表，近来伫网络 Twitter 的口罩自我小解讲是驻美国的大赛。萧代表当时讲，虽然这不是美国所承认正式的称呼，总是确实也有真侪美国各界的人士贯穿对伊安尼叫。蔡英文总统是讲，无论怎样，相信萧代表拢会和美国各方面保持上界好的直接甲往来。 驻美代表萧美琴的推特顶悬，甲自我介绍受改做台湾驻美大赛。毋过后壁嘛特别注文讲，这是个人的口罩，引起外界讨论。因为实际上台湾甲美国无邦交关系。萧美琴伫咧美国的正式官方头衔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
萧美琴伫面册回应讲，私人推特顶悬的介绍，毋是美国官方目前承认的头衔，毋过伊嘛毋是家己写来欢喜的。其实这嘛是真侪美方各界朋友称呼伊的方式。最近美国卫生部长来访问，甲国务院处庆亲身来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式，拢显示美国对台湾民主甲经济自由的肯定甲支持。蔡英文总统是表达对萧美琴接驻美代表了的肯定，讲伊真拍拼。他担任代表驻美代表以后，他都带领着我们驻美代表处全力的向前冲刺那跟各方的沟通也都很好那我想美琴不论她的头衔是什么她都会抱持的为台湾来努力，跟我们的驻美代表处一起来跟美国的各方保持最好的沟通的状态。无共称呼外交的意涵嘛无共，台美最近互动真密切。蔡英文强调讲，无论萧美琴的头衔是啥物，拢会继续保持甲美方上好的沟通状况。若是伫咧驻美代表处英文版的官方网站当中，萧美琴也是方合作代表，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这阵中国解放军的飞机再三挖进来扰乱，国防部他嘛甲咱的军方建备规定内底所列的第一级，就是出手发动攻击的头一个，修改做自我防卫反击的原理。这就是参考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制定，通互各部队面对敌人的时阵有所根据。也望讲这款的改变会当提升军人的士气。共军的飞机巡览定了扰乱台湾，国防部甲国军备战规定的第一级定义修改成做自卫反击权。伫咧无半人、无胆寒、偏偏发生意外3原则之下，若是强机对咱进行攻击性的准备时阵，咱方会先发制人执行第一级的自卫反击。国防部参考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自卫权的定义，明确律定各部队的准据，来反制敌情的一个威胁。那么至于进入我防空识别区的基建，国军仍然秉持不挑衅、不确敌。说领空遭到入侵了，那就可以直接遂行自卫权。如果受到敌人威胁，那第二个回避之后，如果对方还是采取敌意行为，那就是合法的自卫。依照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第51条，国家伫咧领空、领海面对外来入侵有行使武力自卫权。专家认为，甲第一级甲反击自卫的中文概念分合清楚，会让帮助提升士气。另外，伫顶礼拜汉光电脑兵推的结果，若是面临强军的饱和攻击了后，国军恐惊有精准弹药无够，向美国方面采买维护的情形。国防部澄清，汉光兵推是做上严格推演，并没有弹药不足的问题，但是为了因应新情势、新的威胁，兵棋的推演，设定最严酷的一个作战场景。以公开资料来看，比如说反战车飞弹就不下大概3000枚，还有爱国者加上天宫1、2型，加上3型，这些加起来可能是将近800枚左右。专家讲，长程精准飞弹，譬如讲星光飞弹、爱国者这种精准弹药的价值，正是无对称作战的重要工具。未来台湾伫咧军备的整备，依然是重点的方向。另外，中国解放军伫咧台海演训了后，2日开始伫咧黄海做连续3天的实弹演训，国防部表示有充分的掌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度的海峡论坛已经伫厦门开幕。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汪洋主席经过电脑镜头发表演讲，批评讲台湾独立是绝路，佮讲台湾只不过是外国的势力咧和中国竞耍的棋子。陆委会也回答讲，和平或者互相融合的海峡论坛这款活动有讲无行，根本袂堪得台湾人来考验。第12届海峡论坛如期伫厦门举行，甲英国无共款。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以时行的方式伫大会致辞。台独是绝路，挟洋自重、铤而走险，只会给台湾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在某些外部势力眼中，台湾只不过是与中国大陆博弈的棋子。汪洋讲，台湾有人要限制两岸交流合作，这毋是政治意见无共款，是历史倒头行。伊对台湾批评的力头是有加无减。那陆委会嘛出来背会，批评海峡论坛并无实际内容甲措施。统战大会海峡论坛阐述没有实质内容的融合措施，完全经不起台湾人民检验。我政府
维持现状的政策一贯而坚定。今年国民党宣布，袂以政党的形式参加，党派代表敢若有新党的主席吴成典，甲亲民党党务顾问雷建南等等一家人去参加。吴成典伫致辞的时阵强调讲，新党认同一个中国的立场，佮提出一国两制甲台湾方案等等4个声明。我们要去除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污名化，进而来推动台湾参与其中的保台立台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有一个笑话叫鸡飞狗跳，就是大陆的军机来飞，美国的走狗在跳，所以叫鸡飞狗跳。亲民党党务顾问雷建南伫接受中国亲准卫视访问的时阵讲，最近台湾空军用广播驱离中国军机威胁台湾的行为，引发外界的讨论。伊阁讲，伊来交流对得起家己的良心，毋是反背台湾。毋过嘛，互批评讲，伊是替中国传话的人。因那王勇头一届无亲身参加，嘛去互认为讲是降级。学者指出，中国真讲究层级上当，因若针对台湾民意的趋势，未来两岸交流的模式，北京一定要进行检讨。如果还是持续过去这种所谓大统战、大交流的思维，我想北京既不了解整个两岸交流现在的氛围，恐怕也低估了台湾人现在对于中共这种统战的警惕跟这种防堵。21早起，吴成典甲雷建南等等一家人返来到台湾，准备过24天。针对引起的争议，雷建南强调讲，亲民党一向基本的立场，都是希望以沟通来化解双方的误解。更较重要的是，要用诚意来推动两岸和平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来讲，9月2日是国家防灾日。早起，蔡英文总统去到台南大学附设的科创学校新华这大的分校，参加抵挡避难暗号的演习。蔡总统嘛，学老者的身体方面良好有较不便的学生，演练的过程中真冷静，佮特别提起台湾是接地动佮教防台，普通时要有万全的提防，确实真要紧。早起9点21分的时，手机信息发出国家级的警报，话佮用语音来通知，要民众配合演练，拍落来暗号保持稳定，地动保命3撇步。10点到，佮有防空警报系统发布海中的警报。109年国家防灾日，内政部嘛伫10点59分的时，要求有线系统业者做伙测起公司频道，放上地动演练的信息。今天是921国家防灾日。我们办理国家级的防灾演习，现在就是在模拟应变的状况，在第一时间透过多元的管道，让民众能够掌握准确的讯息，迅速应变。国家防灾日，总统蔡英文来台南大学附属科创学校新化分院出席地动避难暗号演练。地动这时警报弹起来时阵，学生都会当就地暗号摕入去疏散地点，表现真冷静。蔡英文甲在场的师生讲，台湾伫咧地动带，佮常常受到风台侵袭，毋过若是甲准备做好，地动因应灾害的发生。我要给大家比一个大大的赞。回到家以后，也可以把这些知识分享给我们的家人。让防灾的态度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蔡英文认为讲，防灾教育尤其是特殊学校，更较爱充分落实。这要做是无简单，需要更较用心、更较周至的规划。所以期待大家继续打拼，互学校成做防灾校园，互囡仔有上安全的学习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科学人这本真老牌科学杂志，早日伫因的 Facebook 顶头看农委会委托的广告，主要就是咧宣传国内绝对袂开放正肉精饲猪。毋过经过读者反映表示不满了后，科学人杂志也即时贴图广告，佮宣布退回委托的费用。早起农委会陈吉中主委针对这条带也有公开说明。这政策宣导重点就是国内不得也不会使用莱克多巴胺，我想它是一个政策的宣导。这个政策的宣导等同农委会过去在做非洲猪瘟防疫的宣导一样的重要，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农委会绝对没有提供所谓的莱克多巴胺可以增加收益，然后会有环保这样的一个字眼。我这里要再郑重的澄清，我们只提供相关的专业的资料。
但吉中主委表示讲的委托广告，就是因为有假消息，讲台湾年尾也要开放瑞克多巴胺这款正肉精试滴。科学人杂志这边遭遇批评了后，嘛即时表明讲，这项广告违背媒体伦理甲科学精神的所在，督导不周，慎重会失礼，嘛宣布此期袂搁再接受这款政令宣导广告的委托。咱过来讲，9月20日起，国产医疗用平面的喙罨一律都要当英语的台湾制造甲 MD 这两款供应。不过，当伫中华所有民众发觉有叶红仔的机台内底，敢若放有当 MIT 的喙罨咧，互人叶。中华管府当时提醒，虽然无宣传讲是医疗用的喙罨，不过台仔主嘛是都爱甲产品的标示写后面。真侪色做喙罨放伫叶红仔机内底，机台外口搁写限量的水色。民众看到色做喙罨，拢想要试看卖。有人试过啊摆，就是叶袂着。人客讲，机台放伫人来来去去的园林火车头前，是真声人目。毋过详细甲看，喙罨拢是透明包装，顶头虽然拢 MIT 的供应，毋过也是民众烦恼讲，喙罨的品质佮有来源是有问题。他不知道从哪个厂出来的，说不定他没有标示。所以不敢用，因为我们没有医疗的证明，当然不肯做医疗啊。我们那个可以做简单的防护这样子的，绝对是台湾的，不是像新闻报那种什么大陆的啊。台主解释讲，因为想要让消费者知影内底的物件，才用透明的包装把喙罨展现出来，后来已经把外口的包装嘛摕出来，强调敢若是一般的喙罨，毋是医疗级。中华关卫生局嘛去了解，确认无表示医疗用，嘛无讲疗效，敢若是一般的商品。不过，台主也是爱依商品标示法的规定，标明商品的资讯。娃娃机贩卖口罩哈，那口罩不能是医疗性的口罩，那只能是一般性的口罩。那一般性的口罩就要依照商品标示法来做清楚的标示。管府表示讲，虽然业者伫机台有放喙罨原本的壳啊，不过也是应该伫每一项商品的外包装标明商品的资讯，嘛要求业者爱限期改善。若无会当以商品标示法罚相当10万块以下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立法委员替民众举办记者会，指出 Toyota 新型的油电车车动有订单，让日本进前有要求这款车的车主就要配合驶登去原厂检验。台湾的总代理和泰汽车却拢无照办，但嘛要求交通部就要介入调查。不过和泰汽车是讲当事人的车动有问题，这是使用消磨来造成。就是完全停不下来，所以你在转方向盘嘛。车要动困，就是动袂调。Toyota 油电车的车主徛出来向立委申请，表示日本 Toyota 准日针对旗下油电混合车的车型，捌发布信息，要求车主回厂检修。不过台湾总代理和泰汽车却完全无处理，地书档啊出问题，甚至是出车祸。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社会大众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碰到这种车，然后造成社会用路人或者是用车人的伤亡。立委呼吁交通部介入调查，和泰汽车应该对已经自费维修的车主提供赔偿。交通部表示，已经请业者说明，会召开专家学者会议，量查处理，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他强调的是维修服务活动，而不是召回改正。那这个部分。原则上来讲，我们当然要进行相关的查证，是希望许先生能够同意，然后让业者检修之后呢，可以把这样的结果呢，让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查证跟确认。针对车主的指控，和泰汽车以声明稿回应，强调讲车主反映的车辆档案问题是车登记使用了的零件损害现象。细科的车主，伊的车里程数已经超过24万公里，嘛已经过新车保证的期限，照规定必须要自费维修。嘛强调日本的做法不是召回改正，敢若是维修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消息来讲，日本的新首相苏加尤西迄个菅义伟，9月20暗时有和美国的川普总统通电话，双方面一致同意讲，要经过互相合作、保障安全的手段，同时面对中国军事势力加强的威胁，搁有保持西太平洋海面的平静甲安全。另外，武汉肺炎的药方甲预防社，也是此期两国合作重要的主题。近来，美国的川普总统讲，本地是中国迄边来咧经营的 TikTok 这款网络的社交软体，当有因国内的大企业要接手，尤其 TikTok 佫会捐出50亿的美金。不过，这款勒索去互 TikTok 公司反驳。另外，
本地美国嘛要求一款中国来的社交软体 WeChat 就要禁止使用，不过加州的法院却裁决阻挡这条命令。字节跳动20伫咧旗下新闻应用程式进入头条内底声明，有媒体报道 TikTok 会伫咧美国设一个50亿美金的教育基金，背后公司在新闻当中第一个听讲有这条钱，强调字节跳动一样承诺投资教育。不过，甲骨文甲沃尔玛共同声明是讲，会予美国财政部增加50亿美金的税款。美国原本2020开始禁止掠 TikTok， 不过商务部已经宣布有新的进展，转延到日期。总统川普19时表示 ，TikTok 母公司当地甲甲骨文公司还有沃尔玛交易，成立新的公司 TikTok 全球来处理伫咧美国的运作。Walmart is going to buy it along with Oracle. It's going to be an incredible combination. Could you put up $5 billion into a fund for education so we can educate people as to real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y're going to have 25,000 jobs. If it all goes, I gave them the preliminary approval. TikTok 的声明指出，日会向官方提交三方协议的细节。白宫表示，甲骨文的正做会当信任的科技供应商，沃尔玛会伫咧商业谈判关系当中发挥作用，而且指出甲骨文的负责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满足国家安全需求。在美中发生贸易战了后，总统川普对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是以危害国家安全做理由来封杀。除了 TikTok， 最近另外一个对象就是腾讯旗下即时通讯应用程式微信 WeChat。原本定伫20开始禁止来掠，加州联邦法院法官罗瑞尔毕勒20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商务部要求 Apple 甲 Google 甲 WeChat 摕掉。毕勒表示 ，WeChat 用户联名提出诉讼，以宪法第1修正案做依据提出质疑。伫咧观察两边的利害关系了后，总好是对原告较有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泰国的首都有几万人行上街路，要求政府要改革宪部的君王制度，还有宪法要修改，总理要落台。这也是近来6党规模上界大的抗争，尤其其中一个才21岁的学生领袖，和警方对答冷静、稳重的表现，也真受到国际上的注目。万国的示威者20日时阵，以和平的方式行去万国的街仔路，甲2个月以来的抗争扩展到上大。几个抗议的领袖，甲诉求的批交予警方了后，就讲已经胜利啊，提批予警察进前。其中一个领袖，也就是21岁的学生帕努沙亚，家己一个甲警方面对面表达诉求，落尾伫咧警方的介护之下离开现场。帕努沙亚捌伫咧8月份的时阵，公开列出王室改革宣言，受到国际的关心。不过，伊强调讲，诉求並唔是廢除君主制。ในวันนี้เราก็ได้มา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เปิดผนึกอันนั้นนะคะไปที่ในตำรวจรักษาราชองครักษ์นะคะก็ใน2วันเราได้แสดงพลัง警方表示會將這張批轉交予警察總部，再決定後續要安怎處理。ว่าทุกคนในตรงนี้เป็นค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ลือดสีแดง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ราพิสูจน์แล้วว่าไม่มีใครกรีดเลือดออกมาแล้วเป็นสีน้ำเงิน20日時陣，抗議的民眾伫咧洪家店廣場放一塊象徵民主的紀念牌，而且甲伊框起來，來紀念1932年泰國絕對君主制改做君主立憲制。不過，無到24點鐘就予移除。這個紀念牌頂懸寫的是國家屬於人民。泰國過去2個月以來，差不多逐天攏有抗議示威，示威者要求重新選舉修憲，還有停止恐嚇批評政府的人，而且要求2014年發動軍事政變掌權的總理帕拉育落台。法國法政大學的學生甚至提出10項訴求，要求王室改革君主制，這是公開挑戰上權會當處15年徒刑的冒犯君主罪。政府發言人表示，警方未對示威者使用暴力，不過是由警方決定甲起訴任何非法的言論。王室目前針對這點是無回應。泰王大部分的時間攏踮佇歐洲，目前人無佇咧國內。雖然示威的活動是由學生發起的，不過社會各界站攏有民眾響應。記者綜合報道。咱再來看非洲東部的國家烏干達內底，近來有真濟艱苦人，連囝兒都帶嚟去拍石仔場，靠雙手卡石頭，通要交人當作起犯厝的建材。這個歹命人一工總賺是新台票40塊爾，尤其佫無半項的保護，暴露點畏着傳染症的風險下底。這款處境，互人看得實在真唔甘。這個囡仔摕柴箍甲大石頭卡好喙。這本來唔是因的工課，不過烏干達因為疫情關係，學校無上課，經濟過歹，爸母去菜市場工作就甲因帶去。
Now we can work, and we can get money. Other people we can save, and if this corona is over, we can go back to school. When we have our money to pay. 这是离首都坎帕拉9公里外的郊区，附近的贫民区有2万多人，真侪妇女囡仔为了求生存，伫附近的板达小山坡，唔惊赤日一直卡。 Nina cel ko wa dog mo kan gali wa de gali bangwen ki mia bi ba li ba bi ka wel ga tima be ka dong tima raj en lu kiro no kiro ga e tikere ina atel mero chama li ba bi ka tie mero go ya bi sel mero chama bi sel pel ga ne wen no ne no be 最近乌干达人口增加，大北的需求增加，建设公司为了要省成本，无买大型机械，改用这种较俗的喙石做建材。 个人着甲大石头卡做喙石头，而且无提供保护装备，常常有人发生意外出入病院。Beru kori mana beru kepi sometime ne winyu kori ul korem ki muat chi beno liet ki mako nyono pian kai cha ko goe no de ko cha wa de mi o cha pa na chele no dong chi muat 地方官员讲，因无法度避免这种危险的代志发生，因为大部分的采石场拢是私人的，无法度管。 囡仔做工虽然有钱赚，不过因的未来互人真担心。Our children are going to even to be spoiled because each time they are on the story quarrying, okay? Though they assist us in the jobs, but the knowledge is now down. 因为乌干达最近疫情增加，一寡水石工人为了求生存，就爱出外做事，不过传染风险也真悬。记者综合报道。 倒转来关心国内环保问题，昨天花莲县的环保局通过台湾水泥和平厂的阿蒙涂药，近这3年来，就会当开始甲县府倒收民众一般的生活粪扫，卡免花莲县的粪扫拢得爱挖外县市收。总是在地原住民的部落讲，因为提出对环境损害证据，结果环保局审查的时却无要采纳。 花莲县环保局召开第2届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委员会会议了后，通过台泥和平厂运用阿摩涂药来降温处理生活粪扫，成做全国的头一例。因为花莲县境内无粪扫分化炉，粪扫拢需要送去宜兰来烧。台泥表示，上近3年以来，地当开始用药来烧花莲县平均每工超150吨的粪扫，疏解困境。本环境影响说明书、环境差异分析报告审核修正通过。 台泥和平厂用药来烧生活粪扫，减少产生空气污染，是当地恶化部落族人真关心的议题。不过，甲未来极大空气品质有关系的会议，族人不满讲无法度透过公开方式来了解，决定讲要踮伫咧会场内底。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这个方式，但是为了要让会议顺利的来进行，所以我们勉为其难的让他们坐在里面。我们并非主席说我们赖着不走，一直留在这边。我们有提出我们离开，但是要求全程直播。 但你指出，这是台湾循环经济的里程碑，国内处理粪扫的方式会较欧美日等等的国家同款，达成循环经济、环保、低碳三赢的效果。不过，恶化部落的族人指控定数违法，因是感觉真遗憾。他的程序上都明显违法，他也在没有经过我们任何奥花部落德卡伦的同意说明之下，他们已经违法签约在先。 现在又漠视又罔顾这个程序上的违法跟瑕疵，就这样贸然的通过。就玉峰嘛指控，原民会是原住民族事务的最高机关，针对恶化部落提出方向证据，申请立做关系部落，不过后续却无结果。即马就算通过宽评，嘛袂影响族人要争取权益的决心，绝对会抗争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换来讲，昨暗9点半，分林斗六的港厝资源回收场向起火，消防人员无用甲饭店火才拍花。早起斗六市公所和环林县政府会勘的时，嘛开声望中央，都要补助大型废弃物处理的计划，才通减少资源回收场废品囤过头，引起火烧的问题。 9月20暗时9点半左右，斗六港处理的主管回收场向大火烧，火势烧得真大，民众马上报案，消防局派出1台消防车前往拍火，一直到9月21清早才顺利把火拍花。起火的触手，那有很多的锂电池，那我想在我们的开挖的部分也发现了可能因为早期造成天气的变化。
当地里长表示，刚处理主管回收场资本是本色野卖场，因为捌发生几啊摆火灾，才改做主管回收场。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管理问题。主管单位斗六市公所表示，未来斟酌管理，希望中央通针对大型废弃物处理计划来补助。所有的家具都是要经过所有大型家具的粗分类、细分类这个家具的问题才有办法解决了，不然斗六市人口众多而且学生也多了每一次到了暑假的时候都是会使讲我们家具的最高峰没有办法去针对这些大型机具来做处理那我希望就透过这一次我们中央真正能够站出来，来协助我们地方政府或是我们地方的乡镇公所来解决问题。张立生表示，今仔9月20这一日，斗六道2间资源回收场遭火烧，所以才会放废家具、树叶、树仔机的回收场处理问题，正经需要赶紧解决。现在要求环保局、辅导市公所做好分类的工作，再向中央争取大型废弃物处理计划补助，望通减少火灾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公园来讲，台中市铁路的高架化完成了后，市内地下道嘛一搭一搭开始咧囤。尤其五关南路的地下道今日开工，施工期有8个月久，影响的范围拢总有6里宽。总是四边的民众讲，真忙就是忙未来交通改善了后，地方会当更较繁荣。台中市五关南路地下道的车流量真济，毋过9月1日过到了，特别来做囤备的工程。这个工程总共278公尺长，车路的宽度是28公尺，经费总共6409万。第一阶段施工的时阵，会留边仔的慢车道，提供汽机车通过。第二期工程会全面封闭，预计上班110年6月份地当完工。台中市建设处指出，这是台中市所有地下道囤备工程内底上复杂的一个，时间嘛较长。那因为我们要解决这边未来的排水问题，还有整个交通的顺畅。还有更重要的，这个它横跨在建国南北路，各有3座的这个铁桥，也利用这一段期间必须要拆除，所以呢，整个的管线跟铁桥的拆除呢，造成这个工程里面必须要稍微久一点的时间。因为五关南路甲复兴路的车流量真大，地下道囤备作业一定会去影响到交通。台中市政府嘛规划美川路、中明南路来做替代路线，附近居民是当对复兴园路甲高院路来出入，影响是要到6个里。居民表示愿意忍耐。都有人在跑到这里了，就有心理要准备啊，不然再跑到另外一条啊，这没关系啦。这个打通以后对西区甲南区连接起来，因为几啊10年都伫等啊。查到这几个月，你嘛爱安全起见。铁路高架化了后，台中市计划囤备下的5座地下道。五关南路地下道是通向中岛公路、南北往回真重要的道路，为着营养地下道封闭了后会出现的车潮。客区分局嘛提早规划重点时段，还有路段的交通疏导，希望会当甲交通黑暗期的冲击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桃园龙潭大陂的水头有上百只的鱼仔病毒，在庄的里长和市议员嘛咧猜疑讲，这敢是市府水质改善的工程管理了无够周至，也是有工厂偷排废水才来造成。环保局是表示，目前水质检查正常，初步判断是大河地区启动退水了后，鱼仔拢食无空气，才会来无气。规片的鱼仔拢冰毒是真歹味。20透早，水巡队员伫龙潭大堤的水头发现100多只死鱼仔，在地里长甲市议员质疑讲，是市府水质改善工程管理了无好势，造成污染，嘛怀疑讲可能是水头的工厂偷排废水造成的，所以要求环保局爱甲监督的责任做好。水又很污浊，然后鱼就缺氧，这样死掉。后来我就把它水门就全部放掉，水闸不这样排啊。因为上游有我们的工厂等等，那很多不孝的工厂业者趁着大雨的时候，在深夜偷排废水，导致下游的我们整个老街溪受到那个污染，那也导致鱼儿暴毙等等。针对这个事件，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稽查，并无发现有人偷排废水的情形。因若水头烂渣的工程，伫咧鱼仔死去的事件发生进前，嘛无做起补的灌浆，初步研判是大雨了后。溪仔的水位汹涨起来，鱼仔修离开原本溪流的路线，雨落了，水提起了后，鱼仔的水无够，才会造成死亡。死鱼现场经本局水质采样检测，水质酸碱度呈中性，
重金属皆未有反应，水质正常，唯溶氧过低。目前鱼仔的尸体已经清理好势，环保局表示会持续注意工程的情形，全面检查。也若针对水头的工厂，嘛会积极来稽查。若是掠到头排废水，就会随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当年教育部拢会探问各大学，了解看学费敢有要调整。今年因为传染症，确实也拢无学校有提起这项要求。当有报纸看讲，顶日蔡英文总统邀请各两个大学的教授甲校长会面，中间也有去讲到起学费这项话题。总是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这边是指出，咱国内高等教育的问题，毋是起学费就会当解决的。学生团体希望各学校卖起学费的情形，逐年都会发生。今年是考虑到疫情的影响，所以无学校提出要起学费。但是根据平面媒体报道，总统蔡英文加几位顶代校长参加会议，内面有讲到学费要调起的问题。有参加会议的人转述总统的讲法，是认为这个议题爱注意，不过并不是即马就爱调起。也关考虑弱势生加各项层面。国教工会是认为，台湾国教的问题不是起学费就能解决。如果再放任调涨学费，一来对于资源的改善是有限的，二来是说它对于学生的生涯的冲击是应该要纳入考虑的。经济明明有成长，税收也有增加，然后我们的学生人数实际上随着少子化在减少，应该是要用更多的公共资源来降低学生在高等教育上的负担。台湾的经济成长税收有增加，不过少年人薪水无悬，真侪人拢派大学的贷款。国教工会建议相关单位爱提供更加侪资源协助学生，尤其是弱势生。有家长团体认为，虽然台湾国教的学费比附近的国家较少，不过人民的收入也差。到底学费爱收偌济才合理，也该做更加侪研究。第一个，我觉得那个比较基准要一致，公立大学应该要去改变，就是让他们能够去招收到更多的弱势。公立大学其实可以寻求更多企业界的赞助，而不一定要透过缴学费这个方式。教育部讲，要起学费，就要考虑到整体经济环境、弱势学生的负担、学校的教学资源等原因，会继续甲各大学沟通交换意见，寻求各界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台湾，垦丁是真侪人爱去，不过屏东县的恒春机场停止运转，到今已经6冬。早起屏东县政府嘛重新点恒春机场办理国际航线的试飞。菲律宾的北京航空对马尼拉机场飞来到恒春降落，飞来恒春机场重新搁再活动起来新希望了。飞轮机偷偷降落伫咧机场内底，屏东县政府向交通部争取恒春机场活化，经过4年的拍拼，总算争取到菲律宾的航空公司第2日训练机组人员飞来恒春。现在路线还有机场到离场的定数。这几年分别经过跟6个国家、40几家旅行业者跟航空公司呢来讨论，那希望启动了不管是东北亚、港澳，包括这个新加坡跟这个东南亚的包机。原本6月份就要开始1礼拜一班飞轮机，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9月份才来试航。不过嘛为着防疫，这个航班的人员未落来，连机门嘛未拍开。等待疫情稳定了后，希望会当随开始运作。因为恒春机场到垦丁干那20分钟左右的车程，观光业者嘛真期待机场重新会当带动更较侪游客来恒春佚佗。像是巴厘岛啦，或是其他的岛屿的度假，它都有包机，都有直接国外的客人过来。那这些客人过来，当然对我们的观光业者一定是非常好。我们从大车到小车，我们会做一连串的这个，甚至最后1里路的一个安排。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陆续在规划进行当中。恒春机场在2014年9月份了，就无飞轮机起降。2019年5月底，立阳航空正式停航。这届试航重新启动是机场活化的里程碑。不过机场伫咧中长期改善跑道，增加原本跑道的长度，还有新起的降落跑道，提供国际航班全年起降的环境等等。交通部民航局也搁伫咧进行评估，县政府嘛表示会拍拼来向中央争取。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医学的新消息，纳米这款技术近来普遍应用在生活中各方面。不过国家卫生研究院上届新的研究发觉，长期间在纳米这款有粒的环境内底做工课的工人，肺部会造成损伤。这嘛是全世界头一篇针对纳米这款有粒影响人体健康的研究。为着让态度的表面封口封垃圾，真侪业者会使用纳米刀钻。不过运用纳米材料的过程当中，常常会产生大量的纳米微粒。若是纳米工厂作业的劳工，大部分拢干那挂活性炭的喙暗，无法度阻断空气污染。国卫院上新的研究用4年时间，长期追踪国内14间制造甲使用纳米材料机构内底的工作者，总共200多个人。结果发现，长期伫这种比有烘焙用液 PM2.5特性更较细纳米微粒环境当中，会对人体细胞造成损害。因为它等级已经到纳米了，所以它更容易沉积在我们的下呼吸道，甚至在肺泡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沉积久了，其实想当然了，它一定对我们的肺部的一个一定会造成细胞一定会造成一些伤害。研究团队表示，过去就捌伫动物实验当中发现，长期伫这种纳米微粒环境的鸟鼠，氧化压力会变悬，嘛会出现发炎反应、心血管疾病、细胞纤维化，甚至是增加致癌的几率。氧化伤害不平等其实会造成像我们一些细胞比较容易老化，或是你像我们在 DNA 就比较容易受损，这个都有可能产生。研究团队强调讲，动物实验的结果无法度直接用伫人体身上，需要更较侪实证。不过也是建议，伫使用也是制作纳米材料的工作场所，需要挂 N95 级以上的喙暗，而且加强局部的排气，来减少长期伫这种环境当中所造成的健康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中秋到，大家爱食文旦柚。照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统计，去年台湾外销的文旦柚就有4900多吨。不过柚仔就要安怎种，才会当种到甜搁有汤？咱嘛来听种柚仔的农民小解，互咱知。种柚仔的农民，甲一箱搁一箱的柚仔丰收，准备出货。中秋时到日到，台南市的柚仔农对8月中就无闲采收。不过这柚仔要安怎种，农友报互你知。你要三角形的上好食啦，顶管小小，下底较大安尼啦，这款就上好食啦。若爱种三角形的，就连柚仔的皮沙，乡亲也着爱斟足看，才通种着甜搁巴才会好货。皮沙愈油，伊的米愈油。迄个外观是刻机啦，刻机啦，刻了歹看，迄无关啦。但是皮沙对迄门更愈油，内底柚仔愈好食，愈油腻，愈有汤。根据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的统计，去年全台湾销出去的文旦就有4912吨，主要销去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农业局表示，未来也希望会当和日本参详外销的作业，希望从这项中秋大家定着爱食的果子小烫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尾暗仔，台东县南环的山区内底六口温泉遮，有民众发觉一只乌熊仔囝对山径溜落来到大路边，看到人影才赶紧搁脱走。台东林区管理处和乌熊保育协会他们提醒民众，讲若有看见乌熊，就要紧行开卡，搁有赶紧通报。一只乌熊伫南平公路的边坡顶悬，经过的村民看到是惊一条。那乌熊看到人嘛，随便逃走，结果煞无细字全出落来。中高丽菜到台东啊，路过那个我们俗称的那个六口温泉那个地方，有吓到，因为刚好那个有点陡啦，那个熊也自己滑下来了。28头啊，二条村民翕到乌熊，台东林管处初步判定是一只乌熊仔囝，那会出现伫车路边的原因，还阁要进一步了解。不过台东林管处今年到今，伫东部野外发现或者是接到乌熊的通报，都有4件。不过山顶的村民若看到无通报的，可能阁较侪。林管处呼吁民众，若看到乌熊，应该爱离较远咧。上个月也有一只，也是在路上。原则上，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保持安静，然后面对着它慢慢的离开，但是希望也能够尽快拉开距离。乌熊保育协会伫这2年接到全国乌熊通报，或者是疑似乌熊通报的案件有62件，提醒山区或者是爬山的民众爱注意，若是去山顶爱会记得炸咸盐啊，而且甲食的物件保管好好，唔通互乌熊挖过，避免发生冲突或者是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新竹遮有机农场运用科技化的种植管理，大先接到人客主文的订单，才开始就去栽种。这款办法，一来产销会当平衡，二来人客也通接到上界青的菜色。
农场的员工当咧甲真青的菜色包甲一包一包，准备要出货。毋过，即个农场的产销流程较无共款，是人客先注文才来种菜。农场的主人是讲，安尼得当避免产销无平均的状况。如果我可以先销售，然后等我拿到订单之后，我们再按照这个订单的量计划性生产，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个人力做到最精简，而且不至于浪费。一般的农民常常拄到的问题，就是种真侪农作物，毋过收成了却无一定通销出去，所以农场的主人用这款方式来减少风险，而且用科技化的管理，摕提起的数据来帮助家己的农作物，买当甲这款资讯分享给其他的农民做回来运用。像我们软桥社区，大家都可以用这一台，比方说这里是收集什么风向、风速、降雨量，然后呢还有温度、湿度都可以，然后这个数字呢，所有的数据呢就会上传到云端，好让所有的农民朋友，只要是我们产销班还有软桥这边耕种的朋友，他就可以上到云端，透过手机知道我们软桥这边的温度跟气候。不管是改变产销的方式，也是运用科技，对农民来讲，对着时代脚步，也是会当有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台南市的北门街有一个专门用蚵仔壳咧做工艺品的王敏雄老师，伊唔但会晓甲蚵仔壳加工做艺术品，即马又搁开发出用蚵仔壳制作的人行道的砖仔，实在是真有创新甲变巧。看到涂骹铺这砖仔，敢若生做甲一般人行道的砖仔无啥共，表面有较粗。北门蚵仔壳的工艺老师王敏雄讲，这是甲废弃的蚵仔壳磨碎做的蚵壳砖。它是符合人行步道砖的一个规格，那它是用粗的壳，然后去挤压成砖，因为颗粒的壳它有空隙，所以它就能透水。古早人拢会甲蚵仔壳烧做糊来做建材，如今已经拢互红门头取代啊，敢若剩台南市的安平、北门甲金门县也有保留烧蚵仔壳的窑。即马专门做蚵仔壳再利用的王敏雄，若是甲蚵仔壳掺入灰仔土内底做艺术品，也搁开发出这种会过水的砖仔，通解决废弃的蚵仔壳，也通兼顾环保。有下大雨的话，我们这个水是可以渗透到土壤去，所以比较不会积水。假设我们来铺这个砖，其实没有反射作用，没有热岛效应，可能会对温度比较不会上升的那么快。王敏雄讲，即阵已经伫北门的5间学校、甲5个社区咧试用，嘛毋望这蚵壳砖未来会当受到肯定，互蚵仔壳搁再成做促进生活利便、甲环保的建材。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南投县民间乡赤水川这带土肉真侪拢是红土，庄头才会来号这款名。当在庄也设计出用红土高减压两个旅游活动，望讲推动故乡的农产品，吸引愈侪人来行他到。民间流传一句俗语是咧讲，兄弟若共心，乌土变成金。毋过伫南投民间乡有一位赤水川，煞是将红土变咸卵。以前捌做过，抹头抹这样个放迄个草坑，咱厝内若有鸡卵，咱嘛听下做。民众目手将盐和红土揽做伙，先用红土将规粒鸡卵包起来，表面搁一层粗坑，等待21天来甲八号开，红土就变咸卵咯。现在若要生咸卵，是较只用盐水来泡鸭卵。你像这款用红土生咸卵的方式是较传统，手法又路，搁开时间。毋过会当生出口感好、袂咸笃笃的咸卵，加添一份古早味。因为这款体验实在真罕见，也吸引真侪游客报名参加。我们也是很希望说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特色给展现出来，而且用 DIY 的方式呢，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更了解到说我们这个食农教育方面呢，能够要更重视。民间乡的赤水川，伊的土肉是红土，雨水若压伫红土顶，就亲像红色的水，庄头才会号做这款名。社区也利用这波来强调在地特色和农产品，正正也是为推广家乡归益的一大行程。伊也望透过这款行销计划，吸引更较侪人来遮旅游。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去年台东囡仔的册学的创办人，人称单爸的单俊朗，因为心血管的病症，雄雄过身。当伊的后生嘛，甲这个重担担落来，
伊讲纪念爸爸上介好的方式是经过音乐，而且10月也要举办音乐会，继续发扬爸爸的爱心。那时候信念就是，无论如何死，我们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囡仔的册屋创办人陈存龙，陈爸去年突然间过身，经营册屋20多年，所留落来信念，伊的大后生继续来打，选择做正确的代志。爸爸过身当外，陈干汉选择用音乐会形式要来个纪念。或说我们期待可以用他爱的方式，也就是音乐，去好好的跟他说再见。等待，这是一个家，愿意有爱灌溉的地方，不用听话，不必顽强，不用成绩多好，这是一个家。唱出爸爸在生进前所写歌曲等待，嘛唱出囡仔册屋，伫台东用爱陪伴超过3000个囡仔，更加愿意开时间等待。每一个册屋帮助过囡仔，每首拢会当卖惊兄，做家己，行出家己的人生，嘛是陈爸在天之灵上大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体育的消息，咱先来甲观众朋友报告讲，今仔日日本职业棒球罗德队宣布邀请进前有参加美国大联盟的台湾投手陈伟英加入。陈伟英嘛表示讲会全力拍拼替罗德队摕到日本的第1名。陈伟英伫咧2004年到2011年，捌参加过日本职棒中日龙队，但伊阁参加罗德队，嘛是含同款对台湾过去的投手陈冠宇同齐作战。过来，咱嘛甲朋友报告，咱国网仔球的一姐谢淑薇，今日和切克的搭档，两个人伫罗马女子网球赛连续拍败德国甲罗马尼亚的组合，再度摕到冠军的金杯。这嘛是因两个人搭档今年本季第4个冠军，嘛是因两个人合作以来第9座的冠军。倒边甲正边一个外龄的吊球，互对手无法度判断。穿球仔色衫的台湾网球选手谢淑薇，伫罗马女网赛甲捷克的东潘史翠科娃一路拼入去决赛，拢无落分。台籍组合伫咧决赛进前，先以6比2抢到头一盘。伫疫情发生进前，台籍的东潘前4站拢拍入去决赛，重新启动比赛规条，也是保持连赢的状态。到第2盘后壁，两个人连拼4场，落尾伫对手双发失误之下，摕到冠军。这是谢淑薇这个赛季第4座双打冠军，嘛是生涯第28座 WTA 巡回赛双打冠军。两个人搁录影片感谢球迷。We just won the tournament. We are extremely happy an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 for cheering for us. It's great to be back and be playing again and being on tour. Thank you again. 因本季总计出赛22场，总共赢21场，而且阁是12连胜。除了年初伫咧澳网是亚军以外，其他比赛拢是顺利摕到第1名。马强当作是法网大满贯赛头顶的热门人选。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日本奥克纳瓦600公里左右的热带性低气压中岛正式发展做今年第12号的风台 Dolphin 北海低。中央气象局指出，讲北海低风台未来往北行，直接对日本南边海面去，未直接影响到台湾。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7度到31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1度，金门马祖澎湖25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好，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朱怡啦。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做穡漢字寫做做穡，羅馬字寫做知而做，思而穡，做甲穡攏是第4條。台湾早前是農業社會，大部分的人攏靠種田維持生活。唔知大家平常時啊，定有真濟甲種作有關係嘅代誌。即馬時代改變啦，這個台灣傳統技藝已經離住佇都市嘅人有略略啊較遠啊。哦，這個真嘅哦。哦，謝。在台灣的傳統社會，牛是民眾上重要的工課伴。農業社會，牛甲人相依相偎，所以台灣的老輩真濟人無食牛。即馬牛肉麵、牛排這些料理，在台灣的時行，攏是較後來才有的代誌。有一寡台語詞是農業時代留落來的，即馬雖然有原有咧講，不過意思已經小可無同。親像小放伴，本地是咧講吼，要捕田也是鬥掛稻仔的時，住附近的人互相輪流去對方的田林鬥下手，即馬變做互相幫忙的意思。還有穡頭，因為是咧講農事的工課，即馬用來稱呼所有的工課。像我即馬穡頭做袂了，又搁要加班啊！甲做穡有關係俗語真濟，親像無貴袂出水，是咧講捕田的時陣愛記咧。來比如講吼，做任何工課，攏着先付出，才會有成果。也有一粒米百粒汗，形容做穡的成果。丟做穡，工課伴，小放伴，穡頭，無貴袂出水，一粒米百粒汗。做穡人實在真辛苦，咱着愛珍惜送來到咱面頭前的食米呢。今仔日大講一句就講到這，感謝大家收看，咱後擺再會。这是公司第幾台，接落來請收看咱的節目。